Hello，行政到報副嘅阿師嚟更新啊！其實係想偷懶嘅阿師啊。今日係正章嘅合集，所以想偷懶唔打翻鬼節目。不過都係講下啦，起手牌好靚啊！第一鋪嘅鬼牌5索，呢度嘅牌有一對下下鬼。當時應該係驚俾佢哋跟莊，所以就留住個西冇打。擺住個士巴喺嗰度，幾唔老禮。交手返嚟報仇啦！快啲打走個西風先啦！打第一劈9索，東風都未有得碰，不過下個有得碰啦。依家叫胡3、6同東風，乜都係下家度，再碰埋佢。依家叫2、5、4、7同正章一槍過，中15隻馬，每位17分。嚟睇第二鋪鬼牌係4索，起手係有嘅，不過依家係一砍牌。不是，像我们11月份，对啊，所以那个跟他11月去那个新疆市，那个算吗？那个我们的那个规则上面是算，但是就不知道实际评的时候，不是你要一整场吗？他有順位的，你如果不是第一順位。其實呢度如果冇到1索嘅話，都可以放飛隻鬼牌。點知對家你手就降咗1索咯，咁就夾死佢啦。咩料啊？啲番薯打唔晒嘅。他不承認啊，是一定要我們他們進，然後現在就出台新政策，就不給他這個取消了。終於打晒啲番薯啦，而家入多隻叫胡。咩啊？偏將3同都嚟埋，而家叫正章嘅5、8同。上家碰咗嘅8同啊！好彩有5同，都係睇兩隻馬，一隻係鬼牌，所以加埋每位17分嘅。第3鋪起手有隻西風嘅槓，咁多隻番薯要跟啊跟啊！後低一批白板，講返一批紅中，而家再碰一批就叫胡啦。碰。OK，依家叫對碰，仲有得碰嘅話會放飛。我哋3家係咁喺度交換禮物，不過上家冇所謂，佢贏咁多。呢度放飛叫6、9索嘅，因為呢兩隻我甩得出嚟。我放飛錯咗。我以為上家又要推啦，都係我嘅，每位13分。第4鋪啦，下家又去做所長。呢鋪起手牌有少少醜。我打的炒股對吧？晚上炒美股，但係你全去炒美股啦。可以。
發財應該仲有得碰，所以定七同做眼咯。咁依家就焗住自己叫對碰咯。哇！絕盡發財自摸啊！中9隻馬每11分嘅，仲有一鋪啦。呢一鋪嘅鬼牌係紅中啊！摸咗個7索嘅炸彈。都係求7筒，跟地下打啦。上家碰咗2筒，1筒應該都有人要嘅，有得叫糊再打。好彩係碰唔係降啊！依家叫糊2個對碰，睇下有冇得轉先。好嘅，轉叫2、5索。降唔爆，收住3分。我在幹什麼？我嚟執頭髮啊！好，執完食正章，我係15分。點讚關注，馬上報府。